新闻一开始，先关心退役军兵去中国做间谍案情是一直咧逼。高检署今仔就做一改革，陆军航特部、华防部、金防部等全台各个营区有退役现役的军官，涉嫌发展间谍组织、泄露军机案件隆重终结。伊则违反国安法顶罪起诉10人，并且法院甲判重刑。陆军航特部601旅军营外口严加戒备，因为负责首都甲北部防卫，更加有两社部队称号。杨国进前后检调查出，内底有现役军官和中国渗透，更加涉嫌吸收随营区的军官，发展间谍组织，泄露国防秘密。高检署立即侦查终结，以违反国安法起诉10名被告。本署检察官侦办陈姓被告等10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，于今日侦查终结，提起公诉。被告等人均严重违反其忠诚义务，恶性重大，均请求法院从重量刑。专案是出身军人的姓谢生理人，甲由陆军化学兵学校退役的姓肖的警小校。姓陈的退役军人利用较早军中的人脉，陆续吸收航特部601旅姓谢的中校、华防部姓何的小校执政官、金防部姓孔的上尉甲姓杨的上尉，更加以金钱引诱姓6、姓52名基层士兵，拍一个我愿意投降解放军的心情影片，要求姓刘的士兵偷摕机密的文件。对全台北中南东甲外岛这军人营区拢开立间谍案。对退役到现役的军官拢有。601旅涉案军官就是把我们演训的资料交付给中国，这对于国军的兵力火力的配置还有运用都会造成重大影响，就得重新修改这个作战计划，华防部跟经防部的防卫配置也可能流入中共手里。国防学者苏志云分析，中共想要掌握咱军上新的机密，尤其是火力强大的阿帕奇、目镜蛇，也有乌鹰直升机，拢部署伫航特部601旅，呼吁应该将党内定处来阻止有心人士影响国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